中华大村国小的合唱团，去年得到全国比赛冠军的影片，和波兰这个合唱比赛的主办单位注意到，特别邀请因到波兰来参加到国际比赛。这群小朋友经过一番的苦练，无辜负着大家愿望，摕下2块合唱的金牌。规定囡仔是欢喜甲伫个颁奖典礼来演台湾的国旗，嘛，互全世界听到台湾囡仔的好歌声。台湾民谣望春风伫咧波兰教室内底合唱比赛，唱的歌声是使人感动。因是中华大川国小的合唱团，尤其是这首《大庄囡仔爱唱歌》，互大家听众是听甲啪啪啪。音乐无国界，大家听众一直对节奏伫咧拍票。主办单位落尾要宣布名次时，囡仔拢不遮紧张。大川国小18号为上国家国参赛队伍拼出好成绩，摕到金牌和最佳演唱团体首奖。囡仔是欢喜甲一直拍扑啊，家长嘛听甲一直会记啊。得到这份光荣是介无简单，会当出国比赛因端是去年因伫咧国内比赛所唱的这首歌曲。大川国小合唱团以5月天的第九得冠军，优美歌声透过网络传送到国际，和波兰合唱比赛主办人注意到啊，邀请因来参加克拉科夫国际合唱比赛。合唱团老师认为，比赛意义唔那是摕到奖项，让孩子们认同自己的国家，热爱自己的家乡。很开心有这次的机会能受邀到波兰比赛，并且获得佳绩。比赛进前，囡仔伫咧公开场所开唱，练胆量嘛练经验。因透过音乐伫咧波兰的国际合唱比赛，请赢得金牌，冒世界看到咱台湾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